过年将到读车哦，医师表示讲，若是驾驶拄到读车的压闸，甚至开始大细声、乌白骂哦，这可能嘛是一款镜头。咱来听医生安怎讲。好啦，过年莫冤家啦，莫冤家啦，好啊。本所车甲红色的轿车发生行车的纠纷，晚年啊，要回乡甲出去耍的人愈来愈多。若是拄到塞车或者是路况歹时阵，心情会郁卒，容易受气，甚至会出手伤害别人的行为。要注意，这可能是路怒症。为了一点小事情，他就引爆他会有一些冲动的一些反应哈。那这样的冲动的反应，包含是一种言语上的攻击，甚至于是出手伤人。路怒症伫咧医学上是一种间接性的暴怒症。台湾的盛行率差不多伫咧3%以上，无算少。若是一年来有3遍严重的行为，或者是一礼拜超过2遍，连续3个月，就可能诊断成做间接性暴怒症。对患者来讲，代志发生迄当阵的攻击行为，会带来一种解脱加快乐的感觉。不过一般来讲，发作的时间未超过30分钟，而且事后拢会后悔。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离开会让你情绪无好的环境。情境上面会比较容易让我引爆的时候，就是不要去踩那个地雷嘛。就是这样的人呢，他常常也会合并有一些自残，甚至于自我伤害，甚至于自杀的这样一个情绪。医生讲，间接性暴怒症的原因有可能是甲个人的体质有关系。像大脑杏仁核甲前牙叶有关系，或者是男性的荷尔蒙调节出问题。伫咧治疗上，会使用血清型的调节剂，佮搭配认知行为甲心理行为治疗。所以建议民众若是情形严重，就要赶紧去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